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一周末反核四、反核的上在问题，政府也打算举行公投，由民众来决定核四厂要继续起无。不过，无论用呢，係我哋最里面愛非核家人，係咪也愛花時間來討論其他嘅能源呢？也兩禮拜嘅節目，陳居民同齊偉文來帶大家更加了解太陽能、風力、水力、瓦斯氣同天然發電。喺台灣嘅發展用呢，有用呢嘅機會同限制。經濟部先前表示，按算喺2020年嘅時節，台灣再生能源發電比例會對現時嘅100%增加1倍到16.1%。不過也係總之用量蠻窄嘅比例。2012年，台灣能源總供給當中，實際來自一個再生能源呢，冇到2%哦。我哋先對太陽能來看。台灣嘅太陽能板製作技術同產能如一等漲，係世界第二大生產國，佔90%以上如係外銷，國內按呢過少。除了論板係用產業來思考，還有一種原因係台灣按將太陽能板到千瓦嘅種植面積，都是有10平方公尺。各種能源局開始推動無檔型太陽能發電計劃，屏東縣政府也推動台灣設項按太陽能板。因多年來技術引來引好，太陽能板的發電成本也會同電力公司差唔多誒。好在按算未來10年太陽能都唔會係貴到人按唔起嘅再生能源呢。特別風在過後。屏東可以順在其產業有所恢復，不過考慮到地層下陷嘅問題，向唔同嘅恢復亦困難。為了顧到災民嘅生活，屏東縣政府推動蓄水種田嘅計劃，希望啲林邊加動公共一條無辦法恢復向嘅唔同無辦法復耕嘅電污田度來做一條能發電。屏東縣政府聽數來招收，引進一條能嘅公田入閘。農民獨家田橋唔同拍出去，用入閘來投資設備、勞皮膚管理。我們要考量說，最終得利的人是誰，這個才有意義。太陽能產業當然是高科技產業，他們賺錢。我們不希望用徵收的方式，我們希望每一個農民都能夠得利。現在係在後產業重建示範計劃，突破為農地使用嘅限制。由45公頃研發的一條能發電示範區，有60個面積，做嚟做發電嘅設施。農民大分地，每年也有4萬元嘅租金收入，總共2500萬瓦嘅裝置用料。投資廠商每公頃投資成本大概3-4千萬元，按算6到7年，本錢就賺嚟賺來。伊一個算算的了，我聽一個驚一個，我就直接甲因質疑講，你是毋是變仙啊？哦。因為時陣，佇在地者租土地，甚至災區一直無人敢來的時陣，阿波羅要來災區才到三人，這我該感動啊！這一段的就是揚水重電區，它是比較特別，因為當初是88風災的特別條款，那麼所建制的。那麼再來呢，其他後續再來繼續就是。有些人覺得不錯，那麼自己去申請建制的還是有。現在要裝一條能表，需要一定的土地面積。不過農地使用的規劃，也係將做得做農沙的規定。也就係講，10股的農地將做得做1股的一條能表。故說農會一些研究，要放寬農地使用的限制，作為再生能源的用途。採用流量是整體嘅爭議，故說屏東縣開始思考一樣嘅把田橋做得更多農業生產，讓一條能發電。傳統的農林漁牧，那麼在太陽能板之下，它很有可能都可以繼續實施，甚至因為它有太陽能板，對於原來的製造條件已經改變了，可以帶來的新的。所謂的農林漁牧的生產的形態，而這個就是需要有實際上的場址，讓大家去做試驗、去做嘗試，才有可能有新的發現。因為按照
开始由农企业来做日头能讲究的温室，也做一啲种强水果子的温室蛋糕，都作为铁架的装上日头能表。日头能表吸收的部分的光热来发电，温室度还系做嚟做半杂型的作物。虽然做日头能讲究温室的成本昂高，唔系一般农民开一样的，水讲也有限头。不过也是突破的土地按下的限制。所谓的人稠地狭呢，这样子的基本的限制住了我们台湾的产业发展，还有咱们人民的思维。所谓的地狭，如果说我们是在使用了太阳能去做发电，不会影响到原来土地的利用，就没有地狭的限制。其实，再生能源条例实施以来，为了解决将日头能表所需要的空间问题，能源局就推动的日头绿灯百万厝的计划，也就是鼓励民众以建筑的外墙也系绿灯来做日头能发电的设施。全台按说，有开发可能性的建筑物只有191万栋，其中日照较少的高雄市、台南市最出钱。1个 kW 就1000瓦哈，需要的面积啊是10平方公尺啊，10平方公尺。那所以因为土地资源有限呢，我们是以这个推广屋顶型的优先。如果是纯粹盖在土地上，那就高雄市来讲，那可能土地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面积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应用，而且在土地的应用上面也不是合乎效益，所以我们希望说就是在城市上面能够做一个改变。高雄市政府为了向民众伫绿灯来做日头能表，更加放宽的建筑法规，日头能光天表装的高度无超过3公尺，做得唔是申请插项的执照，无超过4公尺8，还做得唔是算于用界。我们希望先从一个社区型的一个阳光社区来去做改制。那当然，我们在建筑法令的一个规范之下，有一个容积的一个限制嘛。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辅导它就这样的一个装置，然后让它可以达到它遮阳遮雨的一个效果。喺民农开民宿的2年多，去年4月就是122万元，喺绿灯装的17.9千瓦的日头能表。平均2000瓦大概6万人元的成本。不过再生能源法规定，开天必须要每天20年，2000瓦这做一土天有9万人元的每天的收入。例如绿色的融资贷款的措施，本年度更加安心的来投资。做的用一个太阳能设备的合约，去同目前建的18家银行有做一个。利用一个太阳能设备来做通山担保贷款，唔做咧加到70，利息就差不多2.5到3.5左右安尼啦。一个跟台天研提倡嘅人讲咧，台天要签约20年啦，这个也等于讲日常研究啦，就讲差不多几年后，要讲做投资绝对发来啦，因为也都有评估过嘅啦，能做得，那我愿意同投资啦。不过，就算做得贷款，按规日头能表的设施，还是有多人唔愿意做，也是国内日头能发展的限制。价钱通常都是民众会先去确认的一件事情啦。那即便说有民众非常有心那另外一个有这个价格下来也是会考量到所谓的贷款的问题。资金相对冇按多用手贴，就决定投绿灯，标本日头能发展的内统创收。虽然资金唔多，不过日头能表采用第一，用户更加容易按药上的天钱，物价也变作更加适合年代。因為喺我們無搭嘅時節啦，下半條唔得咧，啱唔條唔採喎都平講話下半冷咧，冷啲見唔咩唔隨佢隨難。其實，照台灣經濟研究院的按算，雖然台灣日頭能發展的成本，到美國以太啲一條國家比以來，要用較久的時間，才到降到到民生用電供應。不過按算至2015年到2017年，就做咗供應嘅假使嘅，日頭能發展的成本唔係高廠頭擺數第一按貴。太陽能嘅發展按你講嘅呢算起來比按你近目前呢講太陽能嘅假使過大嘅，
所以来讲嘅呢吼，有啲市电跟市电的发电都同那呢天力公司的发电吼成本差不多呀。太阳光电啊，近几年来这个成本下降的速度是蛮快的哈，所以我们近2年大概每一年大概调降10%左右哈，这样的趸购汇率哈。技术越来越好，热太能发电就唔会过困难。不过因此台湾土地环境的政策，热这的时间唔丰裕。北部因而太快有2到2點半鐘，中部太快有2點半鐘到3點半鐘，南部有3到4點半鐘。熱頭較少嘅南台灣，做到發電嘅時間，當然一槍有4點鐘邊呢。為了解決熱週嘅限制，由於是啲廠商一生產有貢獻做到發電嘅泡沫式熱頭能表。單刀尖嚟講嗬，而家是講冇熱頭嘅嗬，安尼發電量都過細，幾乎都係冇。故所以我講考慮講嘅嗬，講嘅嘅呢嗬，喺冇熱頭嘅嗬，可能都有啲儲存起來，儲存到4點時嘅儲存起來。嗰呢見下人做都講嗬，薄膜太陽能，薄膜太陽能嘅而最大嘅功能都講嗬，而發電量雖然講嘅呢二模陽光，同樣可以正常嘅發電。就算泡沫式熱頭能表轉換嘅效率僅有40%，比單刀建設最多20%還較大。不過，唔是熱頭直接轉過來，故所做到發電嘅時間還較長，平均當日發電嘅時間做到達到5點鐘以上。熱週較少嘅企業也做得做，熱頭能表也無天錯向南。就貢獻業者按算，以小額泡沫式熱頭能發電站來算，發電成本甚至比一般火力發電還較便宜4成。講發電嘅效率，等於講每2天嗬，每2天差唔多1億能源台幣，比安呢火力發電個少。一般的火力發電差唔多1億能源，安尼啊，講安尼講緊呢一般算起來差唔多1億能源，講安尼政府買本安尼3億能源到4億元。不過，太多比火力發電成本還較便宜，泡沫式熱頭能表嘅生產成本就還較大。因此，供應需求唔多，製造設備嘅成本當高，故所大部分熱頭能發電廠還係用相對便宜嘅單刀建設嘅熱頭能表。雖然在所謂的細薄膜上面呢，還有其他的這些薄膜上面，因為它的所謂的製造的成本比較高，是設備成本比較高。因此呢，就是說，如果達不到量產規模的話，它的價格就會比較高，也是現在市場上面相對的薄膜型的太陽能板會比較少的一個原因。因為咁樣，也喺台灣的熱頭能發電接上為因為熱週唔辣，也天時冇問題，造成發電冇穩。故所儲電的設備就很較重要嘅。我哋設計一種嘅都獨立型嘅。獨立型嘅，因為有啲都冇講緊嘅獨立型設計有蓄電池，我今日發啲電儲存起來，隨時都可以用。咁我都講儲存出來，我安不頭用。一天裡面我們在用電的最多的是在白天，那麼它以太陽能來講，它也是白天發電越多，相對的比較多那麼到了雖然它晚上沒有發電，等等技術越來越好。熱頭能發電天天的變種，各國主要能源之一。就統計，每用1度熱頭能發電，就是減少將近6公斤的碳排放。面對全球氣候暖化危機、老能源危機，台灣提倡改革來做熱頭能發電。